喺唔係好耐之前，即係近排呢，有一位生得好靚嘅女神，但佢有兩個妒忌佢嘅家姐。女神經常受到兩位家姐嘅欺負。有一次，男神叫晒香城嘅靚女去佢屋企開 party，被兩位家姐恰到灰晒嘅女神就梗係冇份去啦，仲被逼留喺屋企玩手機。一向中意自拍嘅女神就即刻9秒9拍咗段片，仲 send 埋俾男神，希望可以一解佢嘅愁悶，同睇下可唔可以出奇招釣金龜。果然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男神收到段片之後，不斷發出比較震撼性嘅聲音，而且決心一定要揾到呢位灰晒底嘅女神出嚟。於是男神就終日拎住部手機尋尋覓覓，喺命運嘅安排底下，兩顆渴望嘅心終於都相見啦。灰女神，我終於都揾到你啦 ！Oh my god！實在太感人啦，王子。其實我真係好想問你，呢段片係用咩 app 拍嘅呢？